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便宜的宾馆吗？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便宜的宾馆吗？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便宜的宾馆吗？房间一晚多少钱？房间一晚多少钱？房间一晚多少钱？我要在这里住3个星期。我要在这里住3个星期。我要在这里住3个星期。房间一周多少钱？房间一周多少钱？房间一周多少钱？你们还有空房间吗？你们还有空房间吗？你们还有空房间吗？宾馆有游泳池吗？宾馆有游泳池吗？宾馆有游泳池吗？游泳池在哪里？游泳池在哪里？游泳池在哪里？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？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？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？还有更便宜的吗？还有更便宜的吗？还有更便宜的吗？宾馆里面有餐厅吗？宾馆里面有餐厅吗？宾馆里面有餐厅吗？